由於有觀眾要求更深入了解電動車牌費嘅增幅，我哋特別製作呢條片，再解釋一下。根據香港政府嘅公布，全新電動車牌費已經由以往按重量計算，改為按額定功率計算。額定功率 （rated power） 同車輛嘅馬力掛鈎，但係呢個功率係指電動車摩打持續運轉嘅時候輸出嘅最大功率，同一般電動車宣傳單張或者規格表所講嘅最大馬力唔同。為咗吸引顧客，車行嘅宣傳單張所列嘅馬力一般係指峰值功率 （maximum power） 係會比額定功率大嘅，大家要注意下。有疑問最好問翻車行銷售員。講翻新訂嘅牌費框架，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架電動車未來要俾幾多牌費呢，可以睇翻自己嘅車嘅行車證嘅額定功率係幾多。額定功率75千瓦或以下嘅電動車，牌費會由最初嘅1500蚊逐步增加，2028年會加到3000蚊。75千瓦係代表100匹馬力左右嘅電動車啦，屬於比較小型嘅電動車，較受歡迎嘅車款就有 Mini Cooper SE、比亞迪海豹同埋 MG ZS 等等。而75千瓦以上到125千瓦嘅電動車，牌費會由最初嘅2000蚊增加到2028年嘅5000蚊。125千瓦係代表馬力達到168匹左右嘅電動車，好多人心儀嘅 Benz EQA 250同 EQB Maxus 嘅 MIFA 9、Tesla Model 3或者 Model Y 嘅後驅都屬於呢類。至於125千瓦以上到175千瓦嘅電動車，牌費會由2025年嘅2500蚊，最終增加到7000蚊。175千瓦係代表達到235匹馬力左右嘅電動車。大家熟悉嘅車款包括 Tesla Model Y Long Range、比亞迪海豹同埋海獅4驅等等。如果閣下買咗175千瓦以上到225千瓦嘅電動車，你要俾嘅牌費會由最初嘅3000蚊，最終增加到2028年嘅9000蚊。225千瓦呢係代表馬力已經達到300匹嘅電動車，例如車價150萬嘅 Benz AMG EQE 53呢就屬於呢個類別嘅。如果你擁有一架225千瓦嘅電動車呢，基本上駕車嘅馬力已經超過300匹啦。例如保時捷 Macan Turbo 呢類車嘅牌費會由5000蚊增加到2028年嘅11000蚊。不過當你擁有一架咁高級別嘅電動車，或者你最關心嘅唔係每年要俾幾多牌費，而係唔覺意超速要扣幾多分。鍾意我哋嘅頻道，請按 Like 同 Subscribe，多謝。